觉得我一切保持平常心，以不变应万变。不变的就是我认真问政，我勤考地方。理事长也是现任立法委员吴思瑶委员。再次热情的掌声恭喜！看右边的媒体朋友，把握这个时间。其实我觉得我一切保持平常心，以不变应万变。不变的就是我认真问政，我勤考地方。我对北投天母的选民有信心。那我们会一起挺过这场罢免乱流。当然，我也要替 Thank you 加油。第一阶段的联署，它的门槛相对低。那第一阶段通过，这也都是原本预计就会达成的。所以我跟 Thank you 我们一样，会期也开始了。我们有非常多的议题要共同努力。我跟他，我们也会一起一北一中，我们持续发挥正能量，我们无畏的前进。所以我还是深具信心，对台湾的民主有信心。思瑶长期在文化、在教育、在体育，大家今天看到，在地方建设，为我们台北市民努力，为全国的国民努力，这个是我相信大家有目共睹的。那如果罢免真的要去坚持去启动的话，我们绝对直球对决，我们绝对保护我们优质的民意代表。那什么直球对决？那什么直球对决？我们用我们的政绩，我们用我们过去的表现，我们用我们为选民的服务。我相信所有的选民看得到我们的努力。其实就像我们今天在推动女子棒球、女子运动一样，台湾有太多值得我们投注心力的地方。台湾有太多民间的需要政治工作者来为他们代言发声的议题。那我不会改变我的问政风格，体育不分蓝绿，体育是跨越族群。我会持续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来面对我每一天的从政生活。那至于罢免，我想支持认真问政的民意代表，这真的是不分党派的共识。那当然，如果有更多的不同政党的朋友，大家愿意一起来为台湾的民主深化，然后我们一起来力抗这些不具正当理由的复仇式的政治动员，那我们当然非常的期待，因为这都是台湾的正能量，所以我也会持续把我的关注放在我应当去琢磨的议题政策。那其他至于罢免的这些政治动员，我就保持平常心。